今次日本中部嗰隻空港返上海，坐嘅係東方航空，坐 A320，眼瞓嗰日。第一次坐 A320嘅國際線，可以去感受一下。跟住我哋會喺上海轉機返深圳，咁都係 A320嘅，可以 compare 下國際線 A320同國內線 A320有啲咩唔同。已經好多人排隊，翻牌就得唔得？跟住小朋友係冇優先通道嘅。今日班機係去蘭州，中間係會經上，我哋會喺上海落機。走啦！36個你坐。努力食緊。努力食。試咗俾你，冇買錯，媽媽聰明。有一個好核突嘅貼紙，因為要轉機。俾咗份主食我哋，好好。跟住前菜，有燒賣蛋、火腿雞蛋，仲有魚燒。呢個日本上嘅餐係有薑。淡淡地，我食完之後就將啲嘢換過嚟，跟住俾我抱。係咪話好多小朋友咧？320機尾嘅廁所有2個嘅，跟住當時我用機尾廁所啦，係用個機頭嘅，係啦，唔上錯，就要落去啦。洗手液正常嘅嘢，冇乜特別。發現空間幾大，我掂唔到塊鏡嘅，掂唔到啲風，我會聽到後邊風聲。
有條勁大條嘅乸咯。啱啱落機嘅時候，俾大家睇光啲，超大條乸。我同你咁大見到咧，可以踩嗰個艇出去，睇下上面攞行李。都塞車了，佢連個袋都攞唔到，等得太遲，辛苦晒。記得3年。